大聲公救助故事，剪映專用，粵語口播最終版。1年前，屋苑嘅角落入面，我哋遇見咗細細隻毛髮橙橙嘅流浪貓。後嚟我哋叫佢大聲公。初初見面嗰陣，佢驚人驚到縮成一團，圓碌碌嘅眼睇住世界都充滿戒心，每日就匿喺陰暗嘅角落，小心翼翼咁捱住流浪嘅日子，連行多2步都驚驚青青。後嚟屋苑一班好心街坊睇唔過眼，日日輪住糧擺水，有時仲會蹲低嚟同佢講2句說話，慢慢咁陪住佢。就咁樣，大聲公嘅心房一點點鬆開，從前驚人嘅小貓，漸漸咁走近人哋腳邊呻2下，一路平安長大。我哋仲幫佢做咗絕育，希望佢以後唔使再喺風雨入面流浪，有機會穩穩陣陣咁生活。本來我哋以為係我哋用善意救咗呢隻流浪貓，係我哋俾咗佢第2次機會，但命運總係有啲意外，大聲公不幸受咗嚴重眼傷，眼球隨時可能保唔住。為咗救返佢隻眼，我哋即刻聯絡獸醫，安排咗角膜移植手術。可惜第1次手術效果唔理想，術後複查發現新移植嘅角膜變得極薄，隨時有破裂嘅危險，情況真係好危急。醫生話要即刻做第2次修復手術，將受傷嘅眼球暫時縫合，等角膜慢慢合，重新長好。而家嘅大聲公暫時係一隻單眼貓，但呢個只係暫時嘅狀態，唔係最終結果。將來可唔可以拆線，視力可唔可以恢復，一切都仲係未知數。呢個故事仲未寫完。今次2次大手術費用真係好大，多謝屋苑街坊、熱心朋友同義工，大家齊心協力，有人捐錢，有人幫手籌款，有人輪住睇顧術後嘅大聲公，先至可以撐住佢一路對抗病痛。雖然康復之路仲好漫長，但有一件事，屋苑所有業主已經講好，絕對唔會變。從今日開始，大聲公一世都唔會再流浪，無論佢最後隻眼可唔可以完全康復，亦無論將來揾到願意收養佢嘅家庭，我哋都會負責到底，安排寄養，定期帶佢睇醫生，日日照顧佢嘅飲食起居，陪佢安安穩穩走完餘生，一路救助落嚟。我哋先至慢慢明白，救助流浪生命從來都唔係我哋幫佢咁簡單，其實呢係我哋自己嘅修行，看似係我哋治癒咗佢嘅傷口，實際上係呢個細小嘅生命嚟溫柔我哋，治癒我哋，感動我哋。平淡嘅日子入面，多咗一份牽掛，多咗一份想對人好嘅心，多咗一份暖粒粒嘅感覺。相遇係緣分，陪伴就係福氣。我哋會靜靜咁守候住大聲公，等佢慢慢康復，以後嘅日子都無風無雨，安安穩穩咁過。